熱到爆炸。你第一時間會衝去雪櫃攞雪糕、雪條，定係拎罐冰凍嘅可樂呢？呢個時候，你或者真係要忍忍手啦。如果話你知，你可能即將跌入偽消暑嘅陷阱，你又信唔信呢？好多人以為食或者飲啲冰凍透心涼嘅嘢就可以幫身體降溫，但事實未必就係咁簡單㗎喎。你可能會越食越熱，越飲越渴咯。今日我哋就唔多講類似西瓜、冬瓜同青瓜呢啲大家都已經好熟悉嘅夏日必食基本款式嘅食物啦。想知邊啲係你平時可能完全忽略咗，但真正幫到你身體降溫補水嘅隱形消暑食材？仲想知夏日運動後要點配合補水先至最有效？咁就唔好錯過今集節目啦！開始之前都請大家先幫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成日都嗌熱嘅朋友仔睇喎。好，完成咗，我哋就即刻開始架啦！大家好，歡迎收睇營養快訊，我係 YY，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過去15年，從協助學術研究、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一句講晒，最緊要快樂，活在當下，享受人生。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喺呢個系列，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好多人以為越凍越甜就一定越消暑，越帶到俾你快感，但事實又未必係咁個喎。因為夠凍唔等於真正降溫㗎。雪糕、雪條雖然入口嗰陣真係好爽嘅，但因為佢高糖、高脂，身體消化嗰時會需要消耗更多能量，產生更多熱量，結果導致你體溫不降反升咯。呢個就叫做食物熱效應啦。亦即係話，你食完雪糕、雪條，身體其實仲要額外開工消化，結果咪可能令體溫上升咯。而冰凍嘅汽水呢？佢更加係偽解渴嘅代表啦。因為高糖飲品係容易令血液嘅滲透壓升高㗎，身體反而要抽更多水分去平衡。而且部分汽水含有咖啡因，仲有輕微利尿效果添，所以飲完更加會加速水分流失㗎喎。結果咪就係等你越飲越渴，越飲越想飲咯。而真正幫到你降溫消暑嘅重點其實唔係冰凍感，而係你有冇真正補到水，同埋流汗後有冇補翻適量嘅電解質。尤其夏天大量出汗、運動同戶外活動之後，身體流失嘅唔止係水，仲有鈉同鉀呢啲礦物質。所以今日想介紹一啲低調得嚟但散熱效率又比較高嘅消暑嘢食嘢飲俾大家嘅。第一個要推介嘅就係綠豆啦。綠豆含有豐富嘅多酚類抗氧化物，尤其係嗰層皮啊，唔單止可以清熱降溫，熱量又低，仲有抗炎解毒嘅效果添。而如果要煲綠豆糖水呢，重點都係唔好煲到爛晒咯，最好反而係水滾之後落啲浸腍咗嘅豆煮5至10分鐘，見到湯色仲係碧綠色就夠。因為煲得太耐，好多有效成分都會流失㗎啦。而另一個降火高手呢，就係苦瓜啦。苦瓜含有苦瓜甘同奎寧，可以幫助清熱降火，再加上佢水分高，維他命 C 又豐富，所以就有助體溫調節咯。夏天食翻個涼拌苦瓜，或者簡單咁炒下，甚至拎嚟打汁，其實比狂食雪糕更有效消暑個喎。跟住仲有一個未必人人都估到嘅就係秋葵啦。天時暑熱，大量流汗之後，鉀流失會令成個人都好攰，又冇乜精神。而秋葵有超過90%都係水分，仲含有鉀質添，真係啱晒夏天食啦。再順帶一提，秋葵係可溶性纖維嚟，而佢嘅黏滑成分仲對腸道健康好有幫助添㗎。最後仲有2款食材都好值得推介嘅，分別係蓮藕同薏米啦。蓮藕含有豐富嘅單寧酸同鉀，可以幫助穩定血壓同帶走體內多餘嘅熱量。而成日都聽人話佢有去濕作用嘅薏米呢，佢就含有好豐富嘅纖維素同維他命 B 群，可以有效幫助身體排出多餘水分㗎。尤其好似香港嘅夏天，大部分時間都係比較濕熱嘅，薏米就簡直係天然解藥啦。而講到飲品呢，就一定唔可以唔提個關鍵觀念啦，消暑真係唔係越凍越好㗎。冰冷嘅飲品飲落去，會令血管收縮，確實係有短暫降溫嘅效果嘅，但其實亦都可能因為減少咗排汗，而影響真正散熱個喎。相反，一啲溫熱嘅嘢飲，好似茶咁，反而可以促進排汗，幫助散熱添㗎。
但如果真係唔想飲熱飲呢，咁首選就一定係冷泡綠茶啦。用室溫水浸6個鐘，清爽之餘又保留到抗氧化物，認真唔錯㗎。跟住仲有好多人都中意嘅，咪就係夏日必選嘅椰青咯。佢純天然無添加，又含鉀等電解質添，補水效果比一般含糖飲品更好。再加少量薑黃，仲有埋抗炎效果添，真係好適合大量流汗或運動後飲用嘅，但都唔建議當水咁狂飲咯。另外再分享多一個自製古早味嘅電解質水俾大家參考下啦，可以用室溫檸檬水加少少海鹽同蜂蜜調配嚟飲，夏天飲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如果都係嫌麻煩呢，咁都仲有一個懶人聰明之選嘅，佢就係薄荷葉檸檬梳打水啦。薄荷醇可以激活冷感受體，等大腦產生冰涼嘅感覺，而無糖嘅薄荷檸檬梳打水既有飲汽水嘅口感，又避免攝取過多嘅糖分添，真係一舉兩得啦。嗱，如果真係好想食雪糕、雪條嘅話呢，其實都有啲口感好接近又健康啲嘅替代方案嘅，例如你不妨考慮下啲急凍士多啤梨同藍莓啦，又或者無糖希臘乳酪加水果咁，都好適合夏天食嘅。口感冰涼清爽，而且營養價值仲高好多個喎。而乳酪食落更有飽腹感之餘，正因為佢含有豐富蛋白質同益生菌，所以仲可以穩定腸道添。再加上唔講唔知喎，乳酪本身嘅水分同蛋白質結合，補水效果甚至比清水更持久、更解渴㗎。講到補水，運動之後又應該點飲呢？如果只係輕量流汗，飲水其實已經夠晒㗎啦。但如果你大量流汗，跑步超過1個鐘，或者響高溫之下進行戶外運動，流失嘅就唔止係水，仲有鈉、鉀呢啲電解質。響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考慮飲啲低糖電解質嘅飲品，淡鹽水，或者食啲高水分水果配埋水嚟補給，就好能夠補到水價啦。但都記住，唔好等到口渴先飲喎，因為當你感覺到口渴，其實身體已經開始輕微脫水價啦。另外，夏天做運動最好揀響清晨或者黃昏，盡量避開正午最熱嗰個時段啦。運動前預先補水，運動過程入面最好小口分段咁飲。做完運動一定要補翻夠水，再用正常餐食補充能量同鹽分。重點係千祈唔好大水猛灌，而係持續補就可以㗎啦。影片都接近尾聲啦，而家都想麻煩大家俾啲意見嘅。對於今集介紹嘅夏日消暑食材，有冇邊款你都中意，想即刻就食同好想飲嘅呢？分別有：第一樣食材綠豆，2苦瓜，3秋葵，4蓮藕，5薏米，6冷泡綠茶，7椰青，定係8薄荷葉檸檬梳打水呢？快啲留言話我知啦！如果你都有啲消暑降溫嘅推介，都一定要分享下喎。最後簡單概括咁講，夏天真正消暑，從來唔係靠冰涼嘅口感，而係要真正補到水、補到電解質同減少高糖負擔先得。所以絕對唔係越凍越好㗎，而係要揀啱食材咯。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埋俾朋友，並且訂閱我嘅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